为了因应中美的一个贸易战，那有一些台商要回流，那有的台商呢甚至呢在地的厂商要扩厂。那么加上呢，工厂管理辅导法已经通过了，那我们也要辅导一些未登记的工厂，来把它做一个合法化。那么，所以我们几乎我们台南市过去开发的这个4个工业区呢，几乎是已经完售了。所以我们积极呢现在来开发七股工业区。那七股工业区的一个面积呢大概有140公顷多哈，那么可售的面积有差不多77公顷，那么预计。那么可以呢，引进的厂商大概有120几家，那么它的一个产值呢，可以带动我们290亿的产值，增加我们的9500多个的一个就业机会。我想七股工业区的这样子一个设置呢，除了可以促进我们西北整个经济的一个繁荣以外呢，也可以带动地方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今天对于七股工业区开发，我的讲话就跟这个我对七股工业区的要求一样，快，就是短啊。那我们希望说，这一次事实上承接过去赖前市长、李前市长到现在，我们对于七股工业区的寄望是非常深的。那也希望说尽全力来协助。那是否可以做的行政流程，一定是尽全力专案专人专办。那也希望说我们甄选出来开发商是最优质的，也能够最快的时间内能够达成一般不管是厂商或是市府或是市民的期待。那希望说在现在的一个拼经济的时候，我们不要有这个延宕。那所以说刚刚听副局长告诉我们就是说。像明年上半年，希望能够开始招商，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期程能缩短。那这个部分是大家一致的期待。那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程序要走。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绿能的部件所以希望这个园区内的厂商的屋顶它要有一个太阳能的一个发电这个太阳能板的一个布置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将来在合约里面，我们也会放在里面，务求这个让这个开发兼具环保、绿能以及节能的一个多重目标。那在大家拼经济的同时，也能够拼出绿色的经济